继续来看花莲林河大清水放山，海钓新自强号火车败马，事故车厢按算要送登去原厂来修理，不过这零件拢爱对日本来叫了，也唔知影当时才当修理好势。因当地观光业者是搁再甲政府来喊声，讲若连一个铁路安全都无在调解决，日后恐惊是无旅客敢过来佚佗。 礼拜早起也受一寡旅客要坐车，受土石流影响，一度单线通车的河林到总德段，虽然拜六下晡已经畅通，不过考虑行车安全，西正线列车会以30公里慢慢通过，上行列车有高拢会慢5分到10分。他们应该安全了才给我们通行。对，天气很好的状况下，我们会带小朋友来。没有交通就没有观光，这样子的意外已经让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到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地步哈。 行政院决定，交花莲旅游休大补助部分比价率拢是1000块，因为代替土石流事故提前到6月24日。也过花莲旅宿业者讲，订房率有增加，因为甲铁路安全有真大关系，希望相关单位加强安全的管理。这摆互土石流冲击受损的事故列车，代替初步检视，第一车厢车门歪去，第二、第三节车厢连接器凹断，后续会甲列车送到机务段，由原厂列入技师进一步来检修。 在台东跟七堵都有日立的这个技术团队在，了解，所以必须要移到这我们的段里面，他们才能详细的检查，详细检查确认受损的地方。 另外，对行政院要求代替重新检测编谱过境系统功能，代替讲24、81会邀请相关单位到这摆以外现场会勘，对着溪水土石一捞出来，安怎甲现有过境机制来结合，是不是另外有专人监测汇报，会进行专案会议，并且提出地中长期改善报告。记者综合报道。